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松江路光华商场对面的自商混合大楼，半暝1点外火烧厝，这规条街凊甲拢是乌烟。原来是3楼一间专门咧放电脑的电池的仓库来导火，大约有500粒的电池发生着闪燃。警消入去救火时阵，去烫伤击伤，有9位的警消送上病院治疗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 火对大楼3楼冲出来有够惊人！台北市松江路光华商场对面大楼，半暝1点外时火烧厝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火，因为3楼导火点是笔记型电脑的电池的仓库，所以讲有爆炸声。有真个警察人员入去拍火时，嘛无细致，被砸着伤、甲烧着伤，陆续送到病院治疗。 这9位消防人员因为出席浓烟及闪燃的情形啊，那有造成9位消防人员轻微的这个呛伤，那其中1位有轻微的这个烧烫伤。住伫大楼内面的民众陆续被救出来，有人抱囡仔伫消防人员的协助下离开这个冒烟散布的大楼。这场大火总共出动41台各种的消防车、10台救护车，甲132个消防人员做伙去拍火，验过真困难。它整个仓库啊里面非常的狭隘，加上货架层内总共有500颗的这个锂电池。那锂电池燃烧的时候，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水来灌救啊，因为里面完全没有人员行动的这个空间。 货架也都因为燃烧而倒塌。有人甲消防人员讲，3楼平常时就是笔记型电脑仓库放真侪锂电池，唔知讲是安怎会导火。现场有民众讲，伊住伫这栋大楼的10楼，想要冲起去，互人挡掉咧。加在大楼内面的人，拢总平安，互人救出来。